玉女嘛，所以我吃玉女小番茄。那我是牛，我吃牛番茄。走在。老师呢，就还有选择的线下父吗？还有选择甜哦。哇，主持，波老豆的第一名要走的全员见江东父老啊！成功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对。哦。来，give me five。你们两组都很会讲话哎。哎呦，加油！平常有重训哦。剪掉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，我係白橋。今日當歡喜來到新竹嘅宮林夜導演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分享盧俊平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他就非常這樣嘅劉雪玲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今日呢就來到宮林夜導演前夜導演料理熬年。哎呦，厲害了！今天呢是夫妻大對決。嘿，啲兩組全贏些了哦。真的，好，先來分享到我哋亞組嘅係聯發哥劉清文姐。歡迎。還有咱隨後今年我哋分享到咧，感情動學嘅梁公婆羅志通老小愛主，來。大家好。哇，歡迎！既然用吹菜市嘅朋友吼，都要宮林夜導演有乜嘅特色做老太太小記係冇？青島，有姜椒鍋，姜椒鍋。燒炭鍋，燒炭鍋，燒炭鍋，但個牛腩鍋上認為，我也全部冇認為啦。跟熱氣搞不開有乜嘅鍋咧？喺度姜椒鍋，好，而且聽說你自己也是一個專家，專門騙人家，沒有啊，你中東都跟三伏酒，對不對？對，種很多三伏頭。不過大家就躺到吼，宮林兩片嘅所在，就有一個很有名的是紙寮鍋、焗寮鍋躺到走齊它好像差不多有8年嘅歷史了哦。後天係做金雲集嘅所在吼，有試過嗎？有啊，阿媽有做過嘅雞啊，參與。沒就做過。嘅做過那咧，打水打到綿綿那樣嘅，好水，好咯。有嘅雞嘅醬啊，讓那些병糟啦，就做一袋一袋，嗰是顏色好幫啦。行起來都要特別係一種聚寶盆的概念，乜嘅東西都要特別多非常嘅顯貌。先來看一下第一出料理係乜嘅東西咯。來，你下半大家看一下今日提出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咯。太細點唄，是你們家種的嗎？總幹事帶來的。哦，總幹事帶來的，那就要請總幹事來。一定要 Q 一下嘍。歡迎林冠霖總幹事。幹事你好。大家好。好，那大家小看一下，哎呦，這個很大的小番茄，到底算大番茄還是小番茄？你看水醬的토마토呢，也屬於聖女系列的。聖女。你按到陳蜜香，這個好，你是按到牛番茄。牛番茄好大家。你3種토마토呢，係我哋宮林鄉推廣的起種的3種田。起種了，還有其他呀？有當到有15種品種。湯哥有當到入色係冇？錯。從토마토來講呢，係個奶質當好，所以宮林種出來嘅稻米也好，토마토也好，蔬菜也好。口感冇窮了，真的嗎？好食，我要試試看哦。嘿，歡迎試吃哈。因為我是玉女嘛，所以我吃玉女小番茄。對。那我是牛，我吃牛番茄。那你吃牛番茄。哎，這還有血的哦。全牛。還有個台章，這還有血唔怕。試看啦。來。哎，老師，我這還有血做啲線架付嗎？有。謝謝。不要客氣。來，我要習慣一下。哇！主持，好甜哦 ，BB， 8分，100分。哎，糖血的哦。你吐出來。好了，今天平台哎，用我用一家回一家的。但是我真的要講，宮林嘅tomato總咧愛用爆汁哎，唔簡單哎。真嘅好好吃哦。安尼토마토呢，很做得做當多嘅加工品。
我想讲面前呢，吼，你啊带来个吼，系我哋家前班田妈妈，哦，研发出来个，叫番茄大福。大福，番茄大福，狗草莓大福，我喜欢番茄大福。你们走在品尝一下，天哪第百度，我的食欲都开了，本来肠胃炎的。狗粮我摆，嘿，豆沙，红豆沙，哇啊不，至于我摆菜呢，嘿，麻薯改批。哦，是。田妈妈，对，一条，也系哦，来，水，就直接来抢下咯。一口签的一口签。 1、2、3。喂，你队长哎，你要不要港夺队长？你要就服懂这工作。我不知道你们蓝队为什么要这样整自己哎。我们还是 C 黑尾色就后来啊。我们斯文一点。我们斯文一点。这没有算在这里面是吗？慢慢品尝啊。对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到说不出话来了。提到一般吃到的草莓大福一样，就是说用黑暗用酸酸甜甜。包底下给粉条啊，发粉条啊本身较甜嘛，它可以综合一下这样，所以给人家有惊喜这样。下一次呢，给人家挑战包整个牛番茄下去。啊，有安台上，然后又要去选。给摩先吃牛番茄，你就我们吃不溜必须得要大幅紧硬动力会，因为有大幅要挑这个水果品种的时候，该地图报给动是有一定会水水的，总得照照安用，它才会有一种爆汁的感觉。哎，错，一定要选旧年跟 tomato。错，真的好好吃。但是呢，今年艾丽儿拿了做料理也是特别的牛tomato 玉女番茄，玉女番茄，可以还做出玉女般的好料理吗？好不好？有信心吗？有。用好来加油！水了金好踢过来挑战喽！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到底哪一個用tomato做嘛料理？我們紅隊厲害了，講出我們的菜名本太唐厲害。鳳燒飯、tomato、豆腐嘅。冇錯，鳳燒tomato 豆腐嘅。哦，那种少盖哦，双主菜，又豆腐又茄，又是玉女版的，谢谢。韩国一走对了，韩国吼，咱是今年会做嘅料理系嘛个台上的麻辣番鸭，玉女番茄，还要加玉女，不用了，天哪，大知道都熟了。妈妈，你要嘴里话的部分卖命啊！嘿，因为我们是做麻婆豆腐2.0。哦，哎呦3.0，麻辣3.0的3.0。好，OK，麻辣番鸭哦。好，用脆度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两哈马上水雷金行比赛抢开始。可惜，来走。好的，快来啊，来。静雯姐，唐公你嘿，咩客人系哦？你嘿客家心球。嘿，今日有冇按出名提供我看客家天丝腿啊？就带客家种东年呢。你说你认识我几年了？东年呢？看，我们是老朋友。来就看看，有，来，有。唔會，你咪你们一定要养哦哈。哦，你只可以是噶，落一个细节我讲下吗？不会啊。六傻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上班。寿司哦，要不要等热锅再放？够了吗？可以了。安台上还买个东西啊？可能是不是在演噶？懂阿呗。阿德啊！我有点想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见过一我等下再回来，我觉得那边出事了。那边出事了。待会用啊。不要演嘎！你们很会抢镜头哦！不要用声音把我们叫过来。先不你看一下，来这个翻鸭的鸭在哪？你猜猜看。鸭血。聪明。哎呦，那你那个肉是什么肉？里脊肉。莫看起通过吼，该独中央安台上哦，该一提这摆看到豆呢。佢豆腐哈冇煮菜过。豆腐卡冇煮菜哦。都是老婆煮，还什么需要煮？好哦，你看，所以娶到一个客家老婆赚到，对不对？有吗，志堂哥？啊，你娶到客家老婆有没有觉得哎，动很福哦？
以后我们这个就知道啊，这是多棒的客家哎哦。那我们问一下哦，柱街的哈，这个烫鸭血有没有什么小配补？加盐巴，要加一点盐巴，为什么然后不要给它太滚了，可以关掉了，给它泡一下了啊。好，看来你们这边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对，肉很重要的。先给它这样断筋。对呀，然后剁一剁，这样有那个。我们可是不用机器的哦，我们不是用机器的哦，纯手工哦。好了，好了，等一下转过来。好。好。哇，你这边才是翻吧？真的耶！啊，你用啥？用煮冷沙哦？嘿，淋沙，湿湿的。好寂寞耶！乡下的领沙是差1公里的。在对面山头的。对，对面山头。本地好插掉这样吗？嘿。阿发哥，看了平常你都有做料理哦。对他刚刚切菜的架势很厉害，而且他跟我们去评他。对啊。英格不卡还是静文姐掌厨吧？对。对啦，对。老公用说的这样。对，他说了一口好菜。对。阿莲发哥，你平常是最好是个静文姐做嘛料理？對，做乜嘢都唔敢入冇。唔敢還是沒得。很香麼是咯。錯。你咁自己都做。好，以前踢球之後，我們過去看看。好 ，OK。你們怎麼又安靜下來了？剛動手改上映模的哦。現在變。要處理那個。接下來怎麼改？接下來就是把番茄給它入味，炸凍，還有切開來的話會切開來就會太糊，怕糊掉。哦，保持它原來的。有小心機呢，耍一下心機咩？你該不會沒有跟靜文姐講吧？唔會啊，唔會告機啊。哦，隔壁拎沙，哦喲。你要留一手。你兩組認識的好，係馬上都會報名呢。發哥。發哥，哎呦，那你還偷留一手，不擇手段要把他打敗他。哎，美國好朋友。2010年呢，金牌料理就是這一個。哇，這樣會捨不得吃哎，按講。不會。我是不會的哦。你是做一口塞嘴巴了啊，要不？老大家少解一下，你係馬嘅醬。辣豆瓣醬，牛曼不用辣啊，因为鸭血，我该辣豆瓣，还有一个辣油，更辣油。哦，那你们的肉没有腌过一下？不用。哎呦，你是原味，然后就是加。非常就磁性呢，相当有呢。摸辣豆连第一名要走在专业见江东父老啊，最少就第2名而已。平行流沙和烤泥哦。拉近关系一下，平行走的啊！评审不用啊，他等下吃了就知道了。哦，他去到地真材实料。我这样很明显看出你们家是谁当一家之主。好像是我。对，他挂名走了。好，来，过来看一下。好。哇，好香哦！哎妈该，还有不一样。什么豆？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偷留一手磨老你跟阿发狗。哦，對，我都個tomato冇切開來，冇切開就個米絲唔會落去。對，我們用搓的，還是不會啊？會用鹽誒，挑油誒。而且要對半切，不要這樣對半切。唔會落去，米絲唔會落去，要切對半。哇，連發哥前天東北講哦，我吃個拜。對，以前練習跑。練個拜了。有準備再來。對，成功是給那些有準備的人。對。哦。來 ，give me five。你們兩組都很會講話哎。真的要加倍。你看。用迷日出來嘞。這個懂真的，這個一定要蹦翻身。等下嘴目應該起千套，哎呦，尬容易。而且我們是嘎的挑夫姨，有誰不愛挑夫姨？你跟我說。對。我很愛，真的很好吃。豆腐阿姨真的是。台蓋好朋友。真的。我試一下味道。我覺得靜文姐好秀氣哦，真嘅。感覺他煮不用下去之後嘞。好，那我們要好了，我們過去看一下。哇，這也很夠味。剛有炒熟了之後，就很快了。對，所以我再加一點辣油。所以是有起款跟米頭哦，沒窮辣哦。等一下要試一下味道。等一下我還要水，對，我還要水。那我講聽是聽哦。好。哦，10個攞去加嘛解？
我的鸭血还没进去啊。哎呦，最重这个是你的翻鸭哎。对啊，最重要的你没有放到的，等一下不然扣分了。该扣的就要扣。哎，哎，这道料理其实真的蛮有创意的。好，再焖一下，几秒钟。我没有小锅子可以试。哦，小汤匙小汤匙，哎，星期一。 OK， 好了，我可以升盘了。啊，你要切点菜呗。没几点到，我最后才撒在上面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倒数，摆盘摆盘倒数7、6、 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就来吃吃看那铁管底度那部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好，第二铁管呢，真的很厉害，难怪2个是顶杀。你们2家该不会平常都是窗户打开比较吧？比较看哪家较凶啊？跳皮跳款，对，他们有偷偷留一手呢。哎呦，够不怕？吃起来讲係仅僅拼型嘅標準啊。对，来吃吃看我的，好，好，來，厉害吧？好，来吃吃看啊。豆腐乳很够味哦。真的浓厚色豆啊！腐魚嘟嘟嗬，豆腐超嫩的哎。好吃，它就保留一點嘅tomato 嘅梅頭，酸酸的哈。不會太多。我的切点菜是不是很画龙点睛？嗯，我的 tomato 是不是有吃到主角的味道？有。而且挑夫姨又不会抢味哦，我没有都只有挑夫姨的味道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哈！好吃哦，是香力的哦。你要碗冷水的哦，还有安碰牌哦。一定要吃到那个堂哥冻的肉哦，因为它就是那个表现的机会。它就个阿崩哦。好来吃看。哦，堂哥切的肉很有嚼劲哦。哎，這個都嘅，又好。哎，又很好好食咧。到第二組完全冇平咯。这样吃鸭血，食到個 tomato 嗎？感觉是讓它而家是這個機會爆汁哎。真的很好吃。静雯姐吃都牛板，我要吃给它爆酱，很香。很香因为爱珠跟我是非常好的邻居，一定要说很香。哦。真给住2个香气够。对，因为比赛完还是要当邻居啊。所以哎，某块亚简单料理都是功夫菜，但烘煮的技巧都是非常的需要真功夫的哦。然后呢，就签上了那评审欣赏的大粉书哎，卢师傅亮时间抢粉书。我就吃到，我吃完我就心知肚明了。劉師傅搶半分數。盧師傅先講一下，各有風味，但是重點它係 tomato 咧梅頭，所以我們爆汁哎。一道係講，啲 tomato 梅頭要多醬，一道要炒到要足夠。呢一片店都是半塊啦，因為食落去嘅真係麻辣嘅梅頭下去啊，因為食到嗰隻 tomato 長有梅頭，係所以佢嘅係嚟講運用。到搭配冇強濃嘅風水到感覺。因為人家要走嘅係3.0、4.0啊，他們跟不上我們的流行啊。太超過了。數據還沒有。那意思咪係讓盧師傅強用啦。你阿咪是成運動吼，只是記到搭配上吼，也半塊落嘅啦。啊，你呢，它融入到貴盤的地圖。它有硬米，又煮熟了，又硬米，对，也冇煮熟，那煮都没动红色，嘿。好，唔怕，呢個時間呢，先來休戰一下，來看一下今日謝林師傅帶來馬4個料理要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，哇，今年第1擺哦，謝林師傅第1擺都係你嘅節目當中來做料理。嘿，今天帶來的名嘅就動腔嘅，來講一下問他。牛熊飯。牛熊飯，嘿，真勁兩個熊用也面趴中不用也倒閉嘅，原來也係面趴飯哦。係啊，係啦，小姐還是買個食材。我呢面趴飯，你話咧迄tomato，玉米小番茄，買到個皮，用滾水燙過，當綿綿，然後要做醬誒。啊，你話咧魚卵啦，這魚卵在點綴誒。啊，你話迄牛肉啊，一見到個亂拍。不用去攪，不用啲胡椒粉落去咧。啊，你啊煮洋蔥、蒜咧、蔥咧、芹菜、香菜末。都有。嗰日嘅你啊迄秘密武器迄客家人咧香油，
小牛油。嘿，有好葱，，来，水了变料理喽。然后先捞的，不要给它，不要香，对，啊，不能太高温那啊。冲头系吗你？要葱头都是用太葱白，重头，一个重诶。嘿，该你要卷出来哦。别香啊，来卷出来香出来的，嗯英整款哦，有香嘞。嗯，嘿，有香吗？有还有头毛豆酱，你要加上个冻绵绵的哈，比煮又生木来。用果汁机可以吗？做得啦，我等下会生出个一滴滴的颗粒感，摸口感哈。嘿，啊，表面我跟你讲，要剁东西哈，就一定要问志堂哥。剁冻有成就感哈。我用有啲都有粘一啲啲烟花，嗯，啊个嗰种诶，我乱拍，嘿，给流多一些那种吗？牛牛最好豆豆啦。那小公全部变了。该不会是要给伯谦带回去吧？对，是上的吗？对，伯谦，我滴一滴头腰你，那个摆盘太厉害了。这个应该学起来，你用出来太漂亮。又是比赛过哟，有比赛哦，哦得名系哦，又得金牌奖，哎呦哎呦，马克比赛。很强哦。饭桌料理比赛的。哎呦，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呢。不过那个时候刚好系用甜点，没用凉，还用姜汁诶，姜汁板条。学到不少哎，谢谢你。真给品类，对料安尼就来一下就好，就有莫讲上不用多攀档。嗯，哦，然后好了，等下长加热一滴滴嘞。我们刚刚的番茄应该有一半拿来做这个。对，还有什么一坨冻油，你要板条嘿，很 Q 呢。现做的哦，金米做生长鱼奶哦。哎呦，嘿，现做的长做的冻音色啦，汉堡跳跳哦。嘿，为什么要切这个形状啊哎，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宽度，你好戏还在后头。哎呦，对哦，还有老师有溜月球嘞。哦，一定要切都按饭吗？嘿，按饭，等一下还没我爆麻东西啊。没有爆动器。你要冻一做的板条，再皮就可以折花了。嘿，哎呦，再玫瑰花，玫瑰花，哎，看起来静雯姐会折哦。静雯姐，你就走高黑哦。以前曾做过，我们有一个玫瑰花，像我的话，我就是折起来，然后人家说你猜像什么？5 cm。馄饨。没那个盘子给我好吗？好来谢谢。然后板条那个上做一堆饭，那用梅干菜哈，梅冻好食。啊，刘师傅，你走在告冠种朋友哈，假是系提这白轴哦，用办会折那个玫瑰花。对啊，你折慢一点，不用我们看一下。拿那扎帕，譬如讲切个发发安用以后咧，然后发发拉开来哈，安尼你也对三角形一只三角形，哦，来安尼折转去，扁出去啦，扁出去，反折也就是反折顺带反折折，一直反折反折。对对对，跌转去。花也做出来。那2010年呢，金牌料理就是这一个。嗯，嘿，这样会舍不得吃哎，按讲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哦，我是不会的哦。你是做一口塞嘴巴了，要不？而且你这样要折蛮久的哈。不会啊，这一下下就好了啦。你需要小帮手吗？好啊，基隆沙圈尾轴我哎，们有2个做的，可以来有2集团哦。来，静雯姐加分题加分题。哇，谢谢。你看爱来，猪男人姐请让位。哦，他摩拳擦掌呢。对对对。有尾巴的。要用一点油，对不对？唔是咧，係唔是用油，你看蒸起嚟。哦，哎呦，爱猪姐看起来你紧紧走狗呢。对，这个就好好美的画面哦。对，这个我已经忘记怎么折了，反折下去。老师帮我们指导一下。嘿，那要反折。我看老师的。好，来我弄给你看看。来，快来。你们4个男人是看到傻眼了吗？我觉得好疗愈哦。对，扁转移。所以哈扁出去，事实跟我们讲，就会要透多一张后补扭就后，人生就成功了这样。哎，应该就直接血死猴嘞。对，这黏黏，有点像吧？一口吞进去的一样。他们做了半天，我们一口吃。你不要笑那么开心，因为还不一定会赢。这边要折到。好了，我做一个，还要做吗？没有，来，这样你走哎。不用了。到这里。翻过去，现在这个了，翻过去，因为没有很被风吹坏了。不是什么，哪有坏啊？给你一讲，我再捏回来。好，捏回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走对了，你弄我不会。又这样你放着。4副锦英也4副啦。又这黄油，又得冠军啊，金奖啊。还帮又冠军啊。
我们用纸折比较好折。对，用纸折，纸折当然是纸折比较好折。你是说用钞票折吗？也可以。静雯姐平常没什么东西可以练习，她都只有用钞1000票块，。对，她每2000块的就拿来做啊。对，折稍微对这一朵折完。师傅，你很不给爱珠姐面子。不是，这个我觉得跳起来，这样会被我都被拆掉了。不会，打击我的信心。有练习啊，有太感。我们做的是向日葵呢，真的要练习，真的要练习。人家是玫瑰花，你做在向日葵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最会折。真的哦，真的。来，嘴巴上都说很会折，我相信你。真的。平常是去哪里学这种东西啊？这个以前折康乃馨的，对，真的是康乃馨就会。好，来。这样子我只会折纸飞机啦。哎，真的不好折，对不对？带树推蹦蹦，用纸折或钞票折。哎，真的用手，真的不好折嘞。钞票折比较好折啦，我也是折钞票的。钞票每一个都很会折啦，真的。干要不用那不欠这样。哎，女神做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对，试试看，你最怕抽到几号？来最降哦，抽到4号。哎，我4号，上涨吧。因为我马个数字圈降啦。真的。很好，该选条线那。做个起卡减的位，其实他拿刀没有这么可怕啦。没讲起啊。快一点点水用，加一点。可是我想加酱。米酒没走的，水没走的。那现在起款啊，民主直接走给这个孔出来嘛，给发了哈。女神花吧。哦，女神花。哎呦，又添发了哈！哎呀，又添发，3万发，好吃。好吃呢。好吃哈，因为料很好吃。OK，汤匙。它是中间放酱料，难怪。就不是像一朵花吗？里面就是那个花蕊。哦，鱼卵来了。哦，花粉。哦，静雯姐做的做本孙那些哦，这个一定要学起来。对。我养太家甜甜一家之主来后做料理。哎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啊，春海耶，春海不能去了。我一定要吃到这个。哦，冻姜，碎。哇！好，用相伴，安娘就好食喽。讲一类法，又唱又通法，是我们的用香板玛莎。那组做色豆呢，先来出题目。好，头马豆浆除了做得色以外，还有乜嘅功能？A. 除锈 ，B. 防霉。你要汉算简单哦。好，先来，然后换男人的对决。男人的对决，八哥来这里。来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剪刀石头布。yes，我先讲 A 来上。一向都是只有 A 的。确定啊？除锈啊，确定除锈啊。B 系防霉 A 啦，不用再考虑了。通常这种寿司走在不用动球哦。怎么可能？头马豆浆可以防霉？好了，你们记得写 A 了，应该是 B 了。都在答案系。答案系 A。Yes。简单啦。铁的地图会上路系氧化的现象。做得用头马豆浆地图的铁离子啊，因此它可以利用氧化还原的原理来清除它的除锈。海鲜啊，我们又要吃了，真的。这个料要是不够，等一下那盖没有装完的再给我们装回来哈。该料就听哦，又辣哦。对，料一定要够。看国谦刚才装那一口料多大口。对啊，这样才好吃。大口一点料，大口一点料。来，再加一点，加一点好吃呢。真更好食，我家还有食过。有。那秀才摸我是的，摸眼眶嘞。有，两还一张。八哥，谢谢。静雯姐吃到牛排，老太太讲厉害。杨幂哦，感谢杨后生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板条加这个肉末和番茄酱，真的我回去一定要学起。莫安用食过。八哥觉得呢？油色都唔会讲法。这两个很搭配，该 Q 的，该入味的，在嘴里面会混合的很好。
哇，联发哥你动不会讲呢？好吃，老师做的好吃，爱心满满呢。然后还几个真的好吃。好哎，朱姐怎么样？你吃了我们的战利品哎。好 Q 哦，好吃， Q 然后哈。肉也很香。好啦，花友共都进来，两次料理太家是有好够的哈。有。接下来紧张喽，最杯米一馆加风吹得到2分，蓝队要加油喽！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一馆的比赛。爱是太祖谱，用嘴巴用接力的方式，就自家的口味，做出自天的菜色。在之前都唔伫接力顺序的情况底下，两嘴很没会因为太紧张诶，杀乱纷纷么？到底哪嘴才系真正的一家之主呢？你谁来上菜了？好了。第3关呢，讲真嘅呢，其实是对我们主持人很大的考验了哈。料理接力赛。对，等一下哈，不一样的锅子，不一样的号码，不一样的顺序。你最怕抽到几号？来最降吼，抽到4号。讲4号，上手法，因为俺马个数字全唔降啦。真的，全部议论嘛，所以对，反正就会议论啊。好啦，先公布今日嘅菜色嘛。今日靠台家做嘅系咧吼，豆干炒鳝丝。豆干炒鳝丝。所以等一下哦，炒鳝丝哦，好。OK。刀工都这个刀工就是说，张伯谦就是不要抽到第一棒就。我就交给我们志堂哥，一直会而且细哦，而且细，好，来，伯谦，那你先，不然给你先选好了。告不良人呐，我请爱珠姐帮我选。你选呐？确定你信任？没有，我信任你。好，来，你选来，所以来拿起来。把看的顺序是嘿。2哦，走在炒时候嘞，这个是最考验功夫的一关。炒时候嘞，你看万一。我们安心了，我们不管出到哪一家都走的。万一。OK 啊 ，OK。1号。3号。挑米。Wonderful ending。你咁我唔會做得啦，嗬。走得。好，我今日呢就負責3號。我負責2號。所以就嚟進行最杯米一館嘅比賽咯。不得了了！2关啊，这太紧张了，因为这个是邻居争霸战，是文猪大战。你看他们都第一棒都是一家之主出来。到时候谁先搬家？对。好，真嘅係董建总，因为呢，讲到三思呢，第一关就代表讲是一个刀工的大考验。真嘅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应该也是非常紧张吧？哈，然后呢，比赛倒数3、2、1，这样快始！哦，紧张啊！而且他们俩到现在步骤长得一模一样哦。两片圈系先做个豆腐干。来，好，来，阿发哥。因为该3丝哈，那个丝真的要切出来。哎，我们切4层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厉害呢！多厉害！这果然是不锈钢刀具组。没错，第3块喽。需要3块吗？要。对。好。静雯姐，你的刀工真的好呢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我们先过去看你的，我要保护我这一队。你们继续安静的做，安静的做。哎呦，切住妞了哟！你看，有沙有切的那个架势有没有？每一片都同样厚度，真的不容易。哇哦！你还会切挑了哦，切小心哦。啊，刘德文切。伯谦也很会切哦。哎，做刘德不会切。俺没讲，俺负责炒时候的哦。拿嘞。哎，可是他等一下会缩啊。它会缩，会缩一点点，对。哦。因为你看豆腐干安豆哦。我听到我们那边在吵了。好，先给我一口就好。你搭配色係用風錘挑。哦。小心，不急。吃更辣啦。静雯姐的风錘挑嘅冲突哈，然后跟豆腐干差不多，有厉害。而且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挑丝。哦，客家人的挑丝。天衣衫我準備了。天衣梗係準備啦，天衣梗係準備啦。準備啊！你先切。這個快播呀！慢，等下接本接等個做嘢食啊！鏡頭看要不要？切絲嘅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溫莎。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现在时间很拉够，嘞，你要切一样哦，切 Q 样，等下木密盲切的。我跟来，好。来。哎，我主持人哦，他去比赛了。听一盖啦。哎你不要，哎你款薄切切豆腐吗？欢迎他先做一个。哎，为什么你的队员离你那么远呢？今天多一样等一下哈，没有比较切啦。你要做 demo？快咧，薄切叫咩咪落去扣分呢？唔会，你好先表个猪肉。哦。龙虾肉啦吗？做得了。做得了。哦，鸭来又像子哦。有博谦有很认真，他的表情很认真。好，紧紧动单呢。好了，该声音叭叭的时候，等下叭叭时候了。多啊，慢下落去啊。哎，先放着手。等一下会抖抖啊。等下你们先别用嘛。有可能提3改很短。那个不是这个蒜头会抖抖，以后先表下去，还有猪肉先表。猪肉先表，还有豆腐干忙表。好。猪肉先表。猪肉先。中央该先表。该水大份做得哦。哦，做得。他已经放弃了，走对。要摸入狗啊，不是入狗。不是。好，先不去剪哦。不行啦，你给他拌一拌。你等一下讲听还是讲来？也拌一拌啊，边做边拌那个，待会再切。你们慢慢吵架好了，我先过去看我的。好，给你们一点空间。OK。让而且卤锅，挑丝咸卤锅哦，评审欣赏。我用120度让它热，先要油下。留下一点，对。你还很腻哦，你还很腻哦，你还很腻的时间哦。现在你还有你的时间，喊停就停哦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好，停。豆干下去。热了没？加油！热了。好，下去。长筷子要不要小心不要，筷子比较不会断掉吗？啊。要翻锅，等一下还没有，等它热。稍微给它有点干屁的。有概念，我放心了。走的，因为我前一天不知道马很多，你把它分散一点。干屁，那是喉咙发啦，浓比长啊。走，浓比长啊。对，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好，加油哈！固定。博谦，不好意思哦。你们领先了吗？对啊。哎呦。你这个让它静置一下。好，我先来切香菜好吗？好，做得。等一下，该蒜头先拿起。这个皮卡咸的味，其实他拿刀没有这么可怕啦。没咸皮啊，而且我们反而也动作会比较大一点。难得看到博谦没有搞笑的脸，然后切这么长。好。还有这些都差不多嘛，对，那就差不多。还有一个头，差不多。还有一个头。还用做得好。第3场准备哦，好，不用爱。好，你去。还没。红安先勾引，哦，我要准备了。哎呦，加油！平常有重训哦。剪掉。这么快唔会烧焦啦，给火满头。放过来160。差个好血的。对呀。有浪对不？哦，还好。再加一个。你要加哪子？3、2、1，关注。阿公，你还是一样拉。我现在你的款民主切了。好。民主直接加油！哎呦，真的在加油。那么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肉。好。但是永公 Handy 加油，真的他真的在加油。对啊，你刚才蛮多哈。对。哎，你们进度比较快呢。当然呢。你们现在是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要炒那个客家印西啊，哇，还有那个猪牛啊，里边还有跳油哎。这个声音就是胜利的声音，不是。对。金文姐，我妈中午初一我講哦。誒，攏佢熊吼，差唔多吼。然後給弄3了就。嘿。你們肉的顏色好漂亮哦。對不對？我們有醃過啊。一入口加一點點醬油，我們最主要注重原味。還有面皮。啊，等一下，該風吹它用只有炒嗎？還是要先燙過？不用。好，等肉絲有一點香味了哈。哎，沒有要教你的意思哦。哦，我們不要教他，他在餐廳。我們沒有風吹哦，沒有紅，都給煸哈。好。哇！哎呦，加油！哎呦，平常有重訓哦。剪掉。
合作的整个冰凉拼上。去又重训。好，不用好了。凉油的哈，不用一系列油的，油唔啦，对，黑掉。旁边。好，可以了，这个做的，有好，那个油长得香。香气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呀，炒出香味。落配的，好，冰下去。宁静很啱吼，一先炒。好，先不应炒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好，你不要回来，你不要回来。哎呦，香了又香了又香了。啊！市场的来的吼，还好厉害。这个可以下去的。我们的军师讲话了，一趟，军师拱背嘞。那个可以，差不多就那个胡椒粉，这个放进去。来胡椒粉，好，胡椒粉，拍个也腐诶，白的。好的。香水水蜜水蜜噶哈。等一下再加进去拌一下。看起来有三丝的感觉。胡椒粉放了吗？还吗？可以放了，盐巴。燃哈。哎。等一下酱油再呛一下锅。好。再放多一点，再放多一点点。好。不调油不给呛锅哈。呛锅，等一下，盐巴先撒一点。几度啊？再一点点。因为等一下它就调油因为还呢。有酱油，好呛一下，锅边呛。哇！好了。米酒呛一下，好。唔是紧张，还有时间。吧，现在好听的来。我们的军师吼冻阳鸡咯。喺差唔多雞咯，可能未凍流嘅咧，嗌你過來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試一下味道。哦呦，厲害呢！厉害吧？而且重点是我们第一关就把刀工的部分都处理好了。2碼嘅壽司啊！蚝油，有蚝油。自家大落嘅。係啊。有一點點像你講做咧客家炒牛嘅感覺。對，客家炒牛嘅感覺。我让它焖一下哈，芹菜软一下。好。那表妹弟弟酒肉有添吗？不是哎。我带都有酒肉。有，我们有酒。要吗？我不曾加过哎。那不要。看你自家。酱油要吗？哎。现在吗？黑油凉还有桶，一系列桶。哦，请进入重训哦。不是他今天身体比较欠啊，要不然的话翻得很好。我相信。走对，老跳油喽。好，跳油。要加多少呢？放。好。你们刚刚有加盐了吗？我们不加的，蚝油，1/2。哦，蚝油会有一点甜甜的。好，待会吃味道，如果甜味够就不用加了。就不用加糖。来跳到公哦，你们这两边的军师的口吻都不太一样。静雯姐是来，加一滴滴。我们这边是温柔版。然后我们那边的军师是我们要加糖吗？你看咪西牛。你是对方派来的吗？要有桶子，要有桶子。通知。做对咯。做对冇？做对揉一些桶。桶。一桶子就好诶。感觉。哎呀好嘞。好。甜味，这个本身也有甜味。有点对。蚝油有一点甜味 ，OK， 放牌，走的，哦，起来，我先转右，可以了，时间差不多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好，等下试看哦，马上系今年嘅台中铺哦。跳富馆超3時，終點呢就係喺絲絲路口。哎呀，你還你看哈，那個仙女散花。絲絲路口，哎，是講冷水兩盤。大家心知肚明了哈。傅宇聰也是。兩下前來吃吃快樂哎呀，這個讓我服務好不好？好。因為我想要幫你們咬到有那個濕濕的部分才有味道。有沒有熟？蘿蔔。有屁看那個小咪嗎？有聞到豆腐乾味道。不用豆腐。你這個水妹加嘅蚝油有畫龍點睛哦。有沒有？而且靜雯姐很厲害，我還記得她剛剛很快速下一個指令，半碗給她下去，半碗就是半碗，她用眼睛就看得出來了。好深嘛？好什麼？好深。
而且每一条丝，你们是不是看得出来？中庸胎 C 全部都是我们静雯姐切的，谢谢。然后你们现在记住这种感觉、视觉效果，马上看到这一盘，哎呦，这个刚好，要不要给你服务一下？来，服务大家。我们下面也是有汁的哦。很明显的，你们甜椒应该是张伯谦切的吧？不过虽然没有味道，甜椒啊很好睇，不过吼，你这个豆腐干哦，我们的志堂哥煎的真的好吃。给你一个挽救的机会，你讲看那日本用让安用周围用的后生。我也讲不出来。因为天天吃，每次都吃这样的菜，的味道都一样，都一样好吃啊，都一样好吃，但是真的也是很好吃，很下味道饭。没有那么浓啊，比较淡一点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2个主持人就有 Q 他来参加。第二时间呢，就先请评审欣赏来上脑筋的哈，卢师傅抢分数。哦，同情票。冇，给警令冻好两片哈，尤其是这个红椒加分，来，刘师傅抢分数。有熟的人啊！啊，看多半大半等一下，报分到了呢。你讲一下，你的同情分数是给哪？啊，其实应该来看你的香味啊，是讲你都是用你的芹菜，和你片会用香菜的。你讲你片香菜的配了豆腐干，变到较香味，好吃落去。到你来检查到你香味的部分，其实两片哦差不多的味道，风格不太一样。你都是有调有够的，你都是好炭胡椒粉，然后清炒的那种味道，但是叫在整香菜的味道啦，但是国家还有国家的冻好的地方，很保留啦。我日本风水样真紧讲嘛，佢切得真紧，佮一絲一絲真緊。静雯姐真厉害。尤其個豬肉，我建議係買豬肉啊，嚇，來那咧入口，係就可以入口，就唔會按濕。啊，兩邊的肉係凍嫩，比較嫩，啱個沒有硬味，所以說我日本風水樣這個吃看呢，2喙就煮來當紅色。好，今日呢比賽成績呢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000的月假菜金。他拿到那3000塊也不簡單，為什麼？怎麼講？回去要全村慶功。要好幾桌，不是那3000塊就可以打發哎。你這樣子連發哥最後一口吞不下去呢。我覺得這個獎品要送嗎？一體成型不鏽鋼刀具組貴族哦。謝謝啦。來一組5天的牛肉。對，一組5天現金3000，跟他倆還貴。這個不用送給全村人哦。趕快讓靜雯姐老太講講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。我唔係客家人，對啊，但是我覺得客家菜非常好吃，所以我會講客話我也是客家種的。客家好米絲，董後是，你看董安子 C 教我們很多客家菜，回去好好學，謝謝，溫柔嘛，謝謝。哦，真係，阿發哥，我係忙死得了，係忙死得了，溫玉全講，你忙死得，溫全講，心滿感謝老師2位老師本來都多多經驗哦，主委方面我都轉移來研究，我跟那個靜雯共用。都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呢個節目，下回係有呢個機會呢，我哋共樣會來參加。發哥老太講一下，去聽咧我講咧。真的今日當歡喜有安尼機會來一片參加安尼比賽，我都話練下下拜，有練就有獎。真嘅。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，成功也是給準備好的人。故說講練下拜唔係假嘅，謝謝各位。很出片哦！好，嗰所以呢節目呢，唔單止係做啲正經公婆之間的好感情，咪做啲正經鄰舍之間的好感情哦。係啊，還有做些臉是厲害哦，那讀些小的動痛嘅哦，還有假時候，嘛個鄰舍哦感情安特別安哦，所以做啲咧報名參加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就會分享睇自家 Q 下來嘅特別嘅快樂 Q 下來好煮菜喲，一家之主等你 Q 下來參加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